议会财经委员会21号上午伫个召集人王家珍甲黄丽娇召集，包括议员王金德、杜素银甲柯玉玲，以及当地大潭、武当等里的里长甲里民，以及大武仑绿能园区促进会等单位，共同前往绿能产业园区的计划用地来会勘，并且借用环保局林德资源回收场，由经发局长陈凯琳来简报。局长表示，绿能产业园区预计提供53公顷的产业用地，将吸引大约110亿的投资，并且创造创业人口大约6000人。日前，正由环保署召开环评专案小组初审的会议，对此，当地里长和促进会理事长大部分拢表示认同。未来我们在所谓的沙仑绿色产业园区的部分呢，我们主要是以低污染的绿能产业为主，所以在这部分呢，我们不会引进任何高污染的这样的产业。当然，它也配合未来在健康园区跟沙仑整体的发展，我们希望能够带动包括沙仑智慧绿能科学城的研发等等，都能够引入到这个绿色产业园区。我们希望能够就永续环境的来努力。二方面，我们对于现有的林相跟生态，我们也希望采取以移植的方式，可能附近的台糖用地，以及我们未来在七股工业区，包括现有的这样的一个开发里面呢，尽量以原有的这样的树种跟林相为优先作为我们的植栽。所以我想，我们对于环境跟开发，我们希望是一个并进的方式在开发里面，我们也兼顾到永续环境的发展。当前农场的开发呢，拄好伫阮的这个厝边，也是伫阮的社区。阮就是发动阮这附近的居民呢，因为这个高铁站的研发亮点绿能甲5+2一定爱就地呢，会当来生产，所以阮是站伫这个欢迎的这个角度，阮真欢迎政府呢伫这开发这个工业区，阮嘛伫这个站在一个监督的立场，希望工业区的开发，另外的这个生产呢，会当符合这个环保法规。关于港基农场这片未来要发展咱绿能科学的工业区徛伫阮地方的意见，阮是绝对支持。因为阮的主地长期间为着就业的机会减少，拢得爱离乡背景，出年拢剩一寡老人，所以讲是政府这边要来开发这个工业区，阮地方是12万分的赞成。但是伫环保的问题，也是讲树移植的部分，我嘛是会继续关心甲监督。因为该案的开发预计征收大塘林德港基农场大约60公顷的造林地。牵涉到树木的生态，因此网络甲当地居民支持、反对声音拢有。议员希望开发的过程会用像经发局的保证，兼顾经济甲生态共存。仁德绿能产业园区受到地方的重视，那地方的各里它有发动一个联署，希望能够让这个工业区能够顺利设置。另外也有一方反对的环保的概念的，就是说反对这个地方的设置是森林之会的留存，所以有2兆力量的一个在乡特委的冲突当中，那我们个人希望我们经发局能够考量在地方的发展之下。我们能够在环评的一个过程里面，在7月30号之前，又必须把环评来送进去，因为第一次初审未过关，那初审可能要有3次，那如果在这3次没有过关，可能会进入第2阶段环评，对我们的台南市的这一个工业区的设置的发展，恐怕会产生一种负面的影响。这些树一半以上是继续在有地的，然后其他几千棵会做适当的移植，但是80%可以存活率，对啊。如果照你们的数字来讲，20%也许有所闪失那各位知道，因为台糖它是经济造林，并不是特别的珍贵物种，所以呢，一定又回到我讲的两害相权取其轻。所以呢，财委会我们也是监督的角色，我们跟乡亲一样，不会有我们个体的私利的立场。我们盼望地方建设越来越好。经发局进一步表示，园区的保护生态将以回避、缩小、减轻、加保障等原则作为生态的检核，
预计将规划伫个基地内，以直保存50%的树木，作为园区的隔离绿带加绿地顶景观。其他的50%将刷到市府开发中的产业园区，或者是公共工程的优先使用，并且承诺生活率会达到80%。如果比80%搁较低，会搁再另外来保证。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